台中外埔的铁线里，李里长的走踪下，争取到海线区域病院进驻到社区的活动中心，安尼老乡亲要看医生，就免阁来回奔波咯。 医师向是大人亲自问诊，不过这不是病院诊所，是伫咧外埔区铁山里的活动中心内底。是大人若是早健保卡，就当轻松享受到有大间病院的看诊服务。老人家其实常会有一些慢性疾病，比如高血压、糖尿病，然后这些老人家呢，他们又行动不方便，没有办法 就近医疗，因为外埔区铁山里大部分都是65岁以上是大人较济，不过当地无开设诊所，虽然离大家市区无远，不过公车的班次少，拢爱靠厝里的人才当去病院看诊。服务一些更偏远地区没有办法直接到医院的民众。病院嘛讲，即马规划让第2个礼拜四下晡2点半到5点半，拢会伫咧铁山社区的活动中心开设巡回医疗门诊，希望会当顾到是大人的健康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